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次我哋會專注於 HP 15FQ4030NS 型號嘅硬碟問題。首先，當你發現電腦運行緩慢或者無法啟動，可能就係硬碟出現故障。你可以先進行免費診斷，確認問題所在。要做診斷，首先你可以利用內建嘅 Windows 工具，開啟命令提示符，輸入 chkdsk-F， 然後按 Enter。這個指令會幫你檢查硬碟是否有錯誤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